奈兄姐平安。平安。在这安息主日，我们分别为圣，来到圣殿中敬拜上帝。我们渴慕神的同在，寻求主的面，求主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吟唱，求主充满我。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主，我来寻求你的面。主，我来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一起来呼喊耶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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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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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光。再次来呼喊耶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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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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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光年。感谢主耶稣，用宝血洗清我们的罪，用恩典为我们的冠冕，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亲近您。诗篇69篇30章30节这样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在一周的开始，我们来到圣殿当中，献上感谢及赞美，呼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至尊宝座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宝座上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新的一周，开始我们来到圣殿当中，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来到圣殿当中来赞美你，随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的父，我的神，你是至大至尊，你是配得我永远赞美。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要常常思想你的慈爱恩典，你的荣耀作为，帮助我从内心深处发出至诚的感谢和赞美。我要感谢你，你应许我，你要以我的赞美为你的宝座。当我赞美你时，你就与我同在。一周的开始，我要向你领受祝福，支取属天的能力和智慧，让我的眼光始终注视在你的身上。感谢你用平安充满我们。我献上我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求，阿们。以赛亚书40章29节还有31节这样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乏，行走却不疲乏。这时邀请大家为自己及家人来祷告，为自己和神有合宜亲近的关系，为自己的家庭或课业或是工作，无论这时境况为何，是顺境或是逆境，是高山或低谷，天父都知道。让我们借着祷告来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要进入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的家人，今天带领每一个家人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让我在任何情况中都能一边数算临到自己身上的恩典，越能体会你那信实的供应。困难一定有，恩典一定够。你要成为我的力量，无论我的工作、课业还是家庭人际关系，你都要帮我进入基督的丰盛。无论任何的光景都充满平安，享受从天上浇灌的喜乐。地上的困苦就不能再拦阻我活出你美好的旨意，使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平安和喜乐，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恳求你使用我，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感谢天父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一起来呼喊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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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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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让我们再一次来呼喊耶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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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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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阿门。以弗所书4章2到3节这样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这时邀请大家一起来为教会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牧师、长职、小组长、同工身心灵健壮，灵力充沛，让互强教会与主连结，兴旺福音。也为今天我们的讲师阮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充满神的能力。祝福阮院长以及圣经学院所做的事工，兼顾他们所做的事工，为福音做见证，也为教会推动的幸福小组来祷告，求神祝福每一位进到教会当中的贝斯特，软化他们的心，也祝福每一位福长有从神来的能力。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从我们你的面前求你呼求，求你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同心合一，让每一位这种教会的弟兄姐妹，天父上帝，夏牧师、谢牧师、曾传道以及我们的长职、同工小组长，是神所拣选的。你看你的仆人为至宝，我为我们的牧者、同工献上衷心的感谢。求主将祷告的恩典加添给你的仆人，领受从主来的启示来教导众信徒，让牧者同工越服侍越喜乐，身体健壮，灵力充沛，家庭一无所缺。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子，我们各自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更要各尽其职，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凡事谦虚、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使互强教会与主连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扩张互强教会属灵的境界，让互强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福音的大能要借着互强教会传到万邦万国。也祝福阮牧师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让阮牧师的口充满主你的能力。祝福阮牧师所服侍的圣经学院以及他的同工们，兼顾他们的手上所做的工，为福音做见证。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即将教会推行的幸福小组，恳求主你亲自掌权带领，祝福其中，特别祝福每一个进到幸福小组的贝斯特，软化他们的心，来接受救恩，恩典充满。我们也特别将我们这一期鼓励幸福小组的福长信昌长老，宝贝幸福小组的福长慈宝，
紫苑幸福小组子兰湖长，遇到幸福邱玉湖长，启动幸福小组齐举院长，安安幸福小组的西安湖长。我们将这几位湖长仰望交托，恳求主赐下那属天的恩惠与恩典浇灌其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为台湾的内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来祷告。那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果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便是有福。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的内政还有外交一起来祷告。全的天父，从我们到你的面前，从我们来献上祷告，求你来带领台湾的社会，台湾的内政外政，都有你的保守。赐给我们总统和官员明代，让百姓对着神的话语。哈利路亚！主啊，台湾是你所爱的，求主把谦卑受教的心赐给我们的总统和官员明代，让他们的心耳对着神的话语来敞开，好叫他们能够按着正直和公义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带领台湾走出国际困境，外交得以突破。求主兴起环境，差遣合适的人向我们的总统还有官员来传福音。求主挪去一切的拦阻，赐给他们信心来领受救恩，也乐意代表我们的国家与神立约，使台湾成为神特别祝福人民安居乐业、上帝大赐福的国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时我们来为身心灵软弱及病痛中的肢体来祷告。圣经耶利米书17章14节这样说：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这时候邀请大家来为肢体软弱的肢体求主信息，让他们能够信心仰望上帝医治的大能，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来保守带领每一个互相交流的弟兄姐妹，超越身心灵软弱的地方，有病痛当中肢体。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将病重中的肢体带到你的面前，求你释放他们身心灵的捆绑，在病痛中经历医治的大能。你是阿拉法，你是耶和华花拉，是医治的上帝。主啊，谢谢你将爱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背负重担。我奉你的名宣告，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再次来呼求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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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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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冠冕。十字架
开启，荣耀的君王将要进来。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吟唱这里的荣耀。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从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从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现在永在你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永在的君王。现在永在你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永在你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现在永在的君王，现在永在的君王。现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神照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我的主。
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为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以他的大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锋芒，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应许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要单单将眼目注视于你荣耀的宝座，求你将得胜的意念放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跨越风暴，重新翱翔在神的国度里，如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锋芒，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献上我们满心的赞美。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你的圣灵、领受你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必定再一次重新得力，再一次奔跑不困倦，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何等奇妙伟大的事情，让我们在每一个困境、每一个困难当中，正是看见你的恩典荣耀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也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主啊，用我们今早的敬拜，我们今早所摆上的时间，摆上我们的才能，摆上我们的恩赐，都真的是归荣耀给你，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给在宝座上得胜的君王。主啊，感谢你。这时候我们也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请司会。恭受上帝的话，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5章25到34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那地方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崩，看过许多医生，受尽许多痛苦，耗尽所有的家产，可是她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她听见过耶稣的事，所以夹在人群中，走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心里想：我一摸他的衣裳，一定得医治。他的血崩立刻止住，感觉到身上的病已经好了。耶稣立刻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人群中转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回答：你看，这么多人拥挤着你，为什么问谁摸你呢？于是耶稣环视左右，要知道是谁摸他。那女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战战兢兢地跪在耶稣脚前，把实情都说出来。耶稣对她说：孩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家去吧，你的病痛消除了。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3营小组，献诗的歌曲是《是你》。献诗完，请圣经学院院长阮建民牧师讲道。阮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打败性软的。手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也在为线上参加敬拜的弟兄姊妹，愿你们也在线上得赏主恩的滋味。在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再次一起来祷告。主，愿你的活泼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愿你赏赐给我们天上的热情与爱，在地上成为国度的荣耀与见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一同做工，在我们当中运行。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听见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也让我们的眼光看见你属天的应许，就在我们的生活，在大事和小事当中经验到你的丰富，经验到你的神秘。感谢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今天，让我们和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经验到神你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中心。愿你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来到富强教会，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大概40年前了。但是很高兴再次来到富强教会，因为这里有我所认识的牧师夏牧师跟谢牧师，他是我牧师娘七美教会的传道人。夏牧师是澎湖七美，我的太太也是澎湖七美的人。在他们中学的那个时段，就是夏牧师跟谢牧师他们神学院毕业，然后回到七美，所以带领的那一群年轻人，他们成为教会的栋梁。因为有好的传道人的栽培，年轻人就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有渴慕的心。所以对我来讲，来到富强教会不只是这里是一个我高中的一个回忆，更重要的是有牧师跟各位同工一起努力。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是有属天的能力，更是地上的见证。刚刚进来的时候，第一堂礼拜我遇到一位前辈詹进焕牧师，就是我们的瑞平传道下礼拜就要封牧的曾牧师的阿公啊。他曾牧师跟我的爸爸是神学院的同学，在台南神学院，所以很开心就会看到很多认识的。我也看到西道长老跟邱玉姐，他们是以前逢甲大学，然后在逢甲在西屯教会做很好的事工。更特别的是，我刚刚在楼下喝咖啡的时候，看到许许多多的同工那种热情。我相信我们不只是在灵命上是互有的，在生活的见证当中也是强壮的，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互强的教会。今天我要用马可福音第5章这一段圣经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软弱的姐妹的故事。那我当然就用比较自己我们说只有自己才能打败自己啦，所以我就用打败性软的因为我自己性软，所以我们只是软弱的地方不一样，我就用这个来成为这个焦点跟主题。但是不是强调人的软弱，而是在人的软弱当中看见神的丰富。刚刚我们所看的圣经马可福音，这是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用红色的字来看。这位姐妹她一开始她讲到说，我一摸她的衣裳一定得医治。这个很像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也会有写作文，一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个妇人她就想说，我一摸她的衣服就得医治。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也是人在软弱当中的最后的一种依靠。信仰上我们常常会说人的那个什么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对这位妇人来讲，他也是他的尽头，因为他已经花了12年的时间在找医生吃药，结果呢没有比较好，反而更严重。那其实是什么？我们所谓的病急乱投医。但是不只是病急而已12年已经急不得了，看了很多的医生，找了很多的药方，但是都没有用。但是当他心里祷告默想着，我一摸他的衣裳就得医治，那是已经是人走到尽头才要经验上帝的同在。其实这是从世俗到神圣的过程。我不知道在座还有多少人是参加第一场礼拜。
第一场礼拜之后，有些人跟我分享他所体会的。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软弱，都有破口，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触摸，让我们会不一样。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礼拜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样子的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子坚节，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带我们大家用上帝的经文祷告，好多的经文，让上帝的话充满在当中，让我们人的祷告也在这当中。这就是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祷告、圣灵的交通聚在一起。这是一种改革中的一个精神，让上帝的话语，当上帝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光跟暗，上帝看他的创造是好的，上帝说这是好的，一个圈圈。第二天的创造，上帝看他的创造是好的，一个圈圈。第3天、第4天、第5天，上帝看他的创造都是圈圈圈圈圈圈。到第6天，上帝看他的创造通通美好的时候，他说这是非常好的。中文的圣经说甚好，英文说 very good， 从 good 到 very good。所以基督徒不是在打叉叉，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而是学习说这个是在一个过程。第1天的创造很单调，就只有光跟暗啊，不好不好。第2天也再多一些啊，还不够。第3天也不好。不是的，基督徒的眼光是从上帝的眼光，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要往非常好。其实这是圣徒的学习，成圣的过程是不断的在学习。所以刚刚子坚姐她在我们我认识她是在台南神学院。有次办活动，然后他跟我分享，他刚刚来跟我说，我是子坚，在南神，我很开心遇到同工。他分享祷告词里面用耶利米17章，他说赏赐真的平安给病痛的肢体，有上帝的话，也有我们的代祷，我们的交托。上帝的话是真的平安给病痛的肢体，用信心的眼光来仰望。用信心的眼光来仰望上帝要得医治，让那样子医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让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一同，也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为肢体软弱的而祷告。这代表我们的教会是透过牧长同工一起在同心同工，好像一滩死水牧师丢了当缸，大家一起搅动，一起搅动，一起搅动。你知道死水有人开始搅动的时候，它会怎样？一直搅动，就会变成漩涡。漩涡会把不动的吸进来。教会需要同工一起来搅动，在这个 COVID-19 影响的情况之下，这是贵教会我们富强教会牧长同工给我的感动。所以我要分享说，你们在做圣徒相通，你们一起在努力。各位同工，我们把属天的恩典借着地上的富强教会的每一位，在地上一起来服侍。这个字是同工的工，也是英文的 I， 是把天上的启示、上帝的话语，借着你和我们一起在地上做见证。这是各位同工今天早上在这几个小时当中给我的分享。其实我刚刚在唱华语礼拜的诗歌的时候，有好多其实就是在破题啦，就是已经在讲今天的经文这个软弱。当这个上帝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带着能力，也借着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让我们纪念到上帝的同在。刚刚我们在唱的诗歌里面有一段说，刚刚最后一首诗歌，上帝听见我们的呼求，明白我们的渴望，放下重担，还有缠累我们一切的。放下这些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恢复柔美的形象。其实我们有太多东西压着我们，你可以想得到你要背负多少重担，不只是房子的重担、工作的重担、感情、养儿育女的重担，有可能还包括教会服事的重担，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重担，包括 COVID-19 也成为我们的重担。但是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
恢复上帝柔美的形象。是不是就像这个患血肉12年的妇人，她有很多的重担要一一除去？太多时候我们把受造物扛在我们的肩上，而忘了上帝的恩典才在我们的肩膀上。把这些缠累我们的脱掉，当我们脱掉的时候，才会像第2首诗歌，刚我们在唱的时候，大家一起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什么？有荣耀。这个生病12年的人，他不是在这边说这里有病人，这里有痛苦，这里有一个没有医治的人，是他经验到上帝的同在之后，他开始赞美上帝，旁边的人可能也就跟他一起赞美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恩典的地方有荣耀，在我们互强教会有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有医治永留。你阿们吗？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医治人的地方，恩典永留的地方，这需要我们一起来同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开始哈利路亚，心里面很高兴，说我好了，我得医治了，我甚至不用健保卡了。但是耶稣跟他说，但是嘞，你要讲出来啊，你要成为我的麦克风啊，你要成为我的 speaker 音响。耶稣透过这个妇人说出别人所看不懂的，如果用现在的话叫做默剧啦。这是在演哪一出？妇人心里面想，耶稣的恩典永留住他的生命，大家有眼睛看，看不懂也看不明白也不知道。但是当耶稣说你要说出来，他把实情都说出来的时候，众人就开始怎样？荣耀归给上帝。原来你们在演一出我们也看不懂，但是说出来之后，耶稣跟他说肯定句：孩子、女儿、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这个不是问号，是惊叹号。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一起来分享，上帝也借着经文，也特别在过去几年，圣经学院在做教育跟服务，我们特别在推动一个叫做艺术灵修，那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艺术灵修就是透过美的东西，图画是一种美，或者是雕塑的产品，或者是手工所做的东西，都是一种美的东西的呈现。华人比较欠缺美学美感，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从理性到感性，从知识的到属灵的，是美的分享。所以圣经学院在推的其中一个教育，就是在做这些。我们有一个教室叫做艺术灵修教室，就是每一张图都有经文出处，都有圣经。所以你要让读圣经，上帝对你说话；看图，图对你说话。所以以下我要用几张图来向我们分享。画家从不同的眼光，透过经文，都是马可福音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段，然后画家所画的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想象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空间。首先你看这一张图很有意思，这个妇人我们通常都知道她血肉，身体软弱，她怎么打败呢？她当然伸出手要抓住耶稣，她用她的右手，通常右手比较有力气，撑住身体，左手伸出来要抓住耶稣，可是有没有抓住？看起来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在强调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往往需要付出心血、付出体力，要去抓住耶稣。很好玩的是，我们都看到站着的人、走路的人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脸，只有看到他们的手。我请你们注意看，有一个人的手是这个手势，有没有？有一个人手势是这样子。通常做这个动作是不礼貌的，是对人是一种践踏的。这个人做这个手势是在这位生病的姐妹的后面。我们常常在别人的背后说三道四，在别人背后指指点点，甚至是很讨厌这个人，说你为什么在我前面？我真讨厌你，我不喜欢你这样，我讨厌你这样子。即便是属灵的团体，也会有人性的软弱。我讨厌你在我的前面阻挡我跟耶稣，尤其那个人是趴跪在地上，根本让后面的人无法前进。谁拦阻了你，有可能就变成我们讨厌的对象。有时候谁影响了我们，我们甚至就在他后面说：“这个人实在我很不喜欢。”
属灵的团体也会有人性的软弱，这是必然的。曾几何时，我们可能也伸出我们的手，在某人的背后说人家的不是。愿主帮助我们学习知道，跨过软弱才有真正的开始，跨过我们的困境才有真正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这一段第一个相片哈。第二个相片，我们看到这个人坐在一个矮墙上，矮墙边。通常如果在台湾我们的文化处境，有人靠在墙壁上，可能前面他坐的位置上就有一个碗，好不好？你有看过，在台南可能在火车站附近就会有那一种人，巴望着你走过去的时候，在他的碗上面丢一些钱，让他有一顿饭可以吃。可这个人他不是看着地上的碗，他是往上看，看走过去的那个耶稣。画家很有意思哈。我们可以看到，画家没有把那个女人的手画出来，你大概只能够看到她的手肘，她的高度是多少？但是耶稣的衣服遮住她的手，提醒我们，不在乎你的手举多高才会有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自然流露的时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你即便手已经没有力气下垂了，上帝的恩典仍旧与你同在，只要你的眼睛看着耶稣基督。第三张图很有意思，请你们看，中间的人是不是有光圈？站在耶稣旁边的人头上有没有光圈？但是你看跪坐在地上的那一个人有没有光圈？生病的妇人有没有光圈？也有。画家把耶稣的四周围的人画有光圈，包括那个生病的妇人也有光圈。仰望上帝的人必有上帝的恩典跟形象，不在乎你是站着或者是跪着，不在乎你是强壮还是软弱。但是你看图的旁边的人有没有光圈？没有。不是跟耶稣站在一起的人就每个人都有光圈，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当中，不是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是牧师呢。对我来讲，常常这更是一种提醒：我们在何处上有软弱，就要在何处成为对上帝的依靠。所以这才是真正打败我们的软弱。所以你看，耶稣的旁边站了很多人，有的有光圈，有的没有。愿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头上都有光圈，是神圣的，也是圣洁的子民。接着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个人画家把他的脸遮住，很有意思哈。其实画家在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也把自己遮住。我不让你看到我长什么样子，我是帅还是不帅，我美不美，往往我们都想把自己遮住。这个人也许生病太久了，他的脸型不好看，所以他把自己遮住，我不敢让你知道我是谁。他伸出他的手是苍白的，但是却有阳光照到他的身上。他的手伸向那个穿红衣服的，是基督的宝血，也是热情的，是爱的象征。穿红色衣服，用红色来代表上帝的恩典跟赐福。所以他的手伸出要触摸耶稣，他的手要摸着耶稣。你的手伸出来要摸着什么？是摸着福音，还是地上的这些受造的呢？愿我们抓住那创造主上帝。接着这一章比较特别，这张画风比较像宫廷的画风。你看这个中间的女主角，看起来社经地位不错，用现在的话叫做贵妇啊。你看她穿的比较漂亮，她喝雅郎。所以这个贵妇呢，她旁边还有她的贵妇的朋友，或者是说她的帮佣，或者是说她的旁边在服侍她的，或者用现在的话叫做新娘秘书，在帮助她。但是他们三个人的眼光都看着救恩的方向。即便有钱人、能力、地位、学识比较好的，但是他们也会有软弱。这张图的其实左下角还有一个人，如果你有兴趣这些都是网络上可以看得到的图。你只要打马可福音5章，然后这一段经文，然后打上这个血肉12年的妇人，就会看到相关的图片，你就会看到这个。
其实左下角有一个欧达善，就是有一个看起来是平兵的人，但是因为图片看不到，但是画家也把自己画进去，他代表自己是干瘪的，是瘦弱的，是皮肤黝黑的。黝黑的人相对于那皮肤白的贵妇，其实是一种对应，对应说有人比较高，有人比较低，但是眼光都一样，要看见恩典，看见上帝的同在。所以不论是福音的国家队有光圈，还是我不敢让你看到我长什么样，还是我也不怕让你看到我需要伸出手，要抓住耶稣，在有距离当中努力让那个距离更近。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你与基督的距离有多近，还是有多远？这都是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在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在学习，患血肉的妇人，他是软弱的人，他是一个中心点软弱的人。但是在马可福音总共讲3个故事。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身上有很多的鬼，耶稣把他身上很多的鬼赶到猪群里面，这个人他就得到医治了，他从心灵的软弱得到医治。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管理会堂的埃鲁他的女儿生病很严重，要死了，他们央求耶稣来医治他。在耶稣要去医治这个耶稣的同工管理会堂的人的路上，又遇到一个新的故事。在圣经的文学里面，这个叫做三明治啊。先有管理会堂的故事，然后中间又包着一个血肉12年的，血肉12年的得到医治之后，再回来讲那个管理会堂的女儿得到医治。就像三明治很好吃，好吃不只是在外面有面包吐司，还包括里面夹的东西。所以恩典的丰富就像三明治一样，让你吃了会觉得哇，这个口味可能是中间包的，可能是 cheese， 有可能是蔬菜，有可能是不同的营养，可能是荷包蛋。但是当你吃三明治的时候，咬下去，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甜美、那种丰富、那种滋味。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用这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来呈现上帝的大能。所以愿我们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恩典，让进入的人领受上帝的丰富的恩典的多样性，让丰富的恩典这种多样性充满在互强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透过中心点软弱，一起来看这个姐妹她是如何的软弱。首先我们会看到从故事里面身体的软弱，她以身体为中心，把身体顾好很重要。接着她再进一步以生活为中心，生活如果混乱，就要努力让它回到正轨。所以健康很重要，生活有次序很重要。但是身体不健康，生活又混乱，他就要开始移转。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让我的生活跟我的身体都能够导向正确的方向？所以他就要移转中心点，务必要移转他的眼光，不是在看自己，也不是在看环境，而是看另外一个更有能力的。当他看着耶稣之后，一切都改观了。但是耶稣跟他说，不是这样子，你必须要说出来，要讲出来。所以他就讲出来了。所以接着我们要从这个4个角度一一来看。首先第一个，以身体为中心点，这位保护自己的姐妹，她的身体有一个看不见的隐形的软弱，就是血肉，血崩，身体不健康。所以当她的经期没有结束，一直血一直流，血是身体的中心，是人的生命。所以当她的血在流的时候，她的身体就会很快就软弱了。你知道血在流，很快就可能没命了。我们常常会看到新闻说，因为意外事件血流太多，而失血过多，就怎样？就死掉了。常常因为失血过多而没命了。所以这是我们很担心的，是因为人是从血气而生，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很软弱，这也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都姓软，只是弱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有软弱，只是
软弱的地方不同，经验到的也不同。所以圣经里面说不可流人的血，意思是什么？是不可以伤害人，不论是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都不可伤。那个不可伤人、不可杀人，其实是外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潜意识、意识形态。其实从第5条诫命到第10条诫命，隐藏的是提醒说偷窃。你要第5诫说要孝顺父母，你如果没有孝顺父母，就是你偷窃了父母亲当从你得到的爱心。第6条诫、第7条、第8条，不可以偷，不可以杀人，不可以犯奸淫。杀人当然就是直接取了人的生命，意思是让他的生命、上帝的形象，你把他偷了过来，让他没有上帝的形象，让他没有上帝给他的气息。犯奸淫，我们都很讨厌那个小三小王，偷了人家的情感。他们是夫妇，他们是男女朋友，可是我们去抢了人家，偷了人家的情感，偷了人家的财物。所以从隐藏的偷窃到实质上的偷窃，这都是上帝的话语在形塑我们的生命。所以不可流人的血，意思是不可以偷人的生命，不可以偷他从内在的血到外在的血。你偷了他的情感，偷了他的金钱，就是偷了他的心血。外在的跟内在的心血，我们都偷。所以以身体为中心，其实是强调我们以我们的身体成为上帝的圣殿。这个圣殿是什么？耶稣说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耶稣用他自己来牺牲。这个血，耶稣的血是献祭，耶稣他自己成为祭物，他成为大祭司，挽回我们。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犯了错，我们犯了罪，耶稣挽回我们，他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记得在受难日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在带领我们，包括下个礼拜我们要圣餐，当我们的牧师说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而舍，为我们而流。当我们享用的时候，其实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牺牲他自己，让我们成为义，被称为义，被上帝称为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交换的过程。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你在上帝的国度面前成为义。所以领受这样子的圣餐，是表明我们自己与基督的连结。天上来的主在地上做见证，我们地上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 confession， 因着我们的告白，我们有天上的恩典。所以这是一种连结，而且是双重的连结，是天上国度的连结，也是地上你所建立的见证的连结。所以在你脚掌所踏之地，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办公室，在我的班上，在我的厨房，如同在天上。你愿不愿意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圣经学院，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富强教会，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家，在我的卧室，在我的厨房，在我脚掌所踏之处，如同在天上。所以当这个耶稣这么做的时候，是把天上的恩典带到地上，也让我们的身体成为见证上帝的地方。所以耶稣这么做的时候，把人的身体很重要，不只是顾好健康的身体，也成为荣耀上帝的圣殿。第二个，当这个姐妹身体软弱的时候，她的生活也跟着软弱。她的生活为中心点，她就看她的生活，生病这件事情成为她生活的中心。顾好身躯健康最重要，身躯不健康就影响未来。身体不健康，影响她的日常生活，甚至就没有未来。你可以想见你如果生病1个月你可能就整个工作事情都乱糟糟的，更何况12年，哇，这是何等的长的一段日子，影响了他的生活，整个生活的次序都乱掉。所以他有外在的事件，就是生病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影响他的人际关系，这种外在的冲突，这种对决
同时间也是内在，我怎么都不好。换句话讲，以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你若无好势吼，就是你有罪啦。你如果身体不好，就代表你有罪。上帝不喜欢你呀，上帝没有祝福你，所以这位姐妹一定会控告自己。你看我生病这么久，一定是我在哪里犯了罪。这个问号会捆绑她，这样子的挑战会在她里面。所以如果一直看自己的软弱，你无法打败自己的软弱。唯有焦点移转，事实的移转。你若继续看你的软弱，你就永远在那个陷阱里面，因为那些软弱都是受造的世界才有，在永恒的祝福里面没有。你还要再看着你的软弱吗？所以这位姐妹发现到她无法赢过，她无法赢过这个外在跟内在的问题。外在的问题是什么？经济的问题、财务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地位的问题，这往往都是我们所面对的。内在的问题是什么？焦虑、恐惧。焦虑不会好，恐惧未来我若死掉怎么办？有生活上的压力，他生活当中的混乱，这些外在内在的软弱充满在他的生活里面。2000年前那个患血肉的姐妹，跟我们今天面对 COVID-19 已经3年了，我们也一样会有很多的软弱。所以求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圣洁的。牧师邀请说，让同工们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今天早上第一堂礼拜，我听谢牧师在邀请同工一起来加入。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是我们荣耀见证的时候。COVID-19 我们就要打扫、消毒，甚至更重要的是摆上祝福的祷告，让软弱的弟兄姐妹跨进来，让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得到刚强，在这个地方得到属天的祝福。COVID-19 等同于2000年前的血肉，会让人软弱，但是在软弱的地方才是见证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常常都会惋叹啊，我的时、我的命、我的运气都不好。我用一句台语的经典叫做时呀、命呀、运呀、悔我之所能呀。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的人点头有的人还没有听过。所以你们知道这是台湾的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布袋戏呀。布袋戏，布袋戏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经典人物，叫做苏养文，也叫做温州大儒甲。你看中文叫大儒侠，代表文的也很厉害，武的也很厉害，文武全才。所以这个人，你若打霹雳2个字，大概现在的的布袋戏都用霹雳这2个字在。这句话我要用台语讲啊。这个出场的时候，那个对白就会讲出这一句话。我用台语来念这段话说：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行，无人不能自往。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不能也。严家失大，火不如鸟；夜光霸足，行不如蛇。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能也。你看，这是台语那种文学的美，加上史学，就是人的生命的经验，你就知道说，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所不愿意，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而是那个时机点，那个 timing 还没有到。你看这一段句话说，人有再大的志向，没有机会也不一定能够有2-3个礼拜前我们过中秋节，从过去的历史，华人就看着月亮，月亮上面有嫦娥，嫦娥旁边有一只兔子，兔子那边抖抖抖抖抖，有没有？但是什么时候才去到月球？1969年，民国58年，人类美国的太空人去到月球，听说月球有嫦娥，他们上去看，没有嫦娥，更没有看到那只兔子。你有再大的志向，没有那个时间点，没有那个机会，做不到。你如果是千里马，千里马也需要伯乐。你若有需要，你的贵人在哪里？那个能够影响你的贵人在哪里？
生病的妇人，她的贵人是在耶稣基督。你的贵人在哪里？鸡的翅膀很大，小鸟的翅膀比较小，可是鸡飞不远，小鸟可以飞很远。不在乎你的背景、你的学历，而是能够去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最近不是有一个奖项叫做斐陶斐吗？有没有？我们新竹为了新竹是为了那个市长的选举，那个有一个市长说，我有得这个奖，就很多人说那是啥？不知道的人比知道的人还多啦。但是有什么要拿出来夸奖的？我的学经历有这个奖，就很多人打一个问号，这是什么？不是在于你过去的经验，你是一只鸡，翅膀很大。但是你顶多只能够这样子而已啊。蜈蚣有很多的脚，但是它的速度比不上蛇。蛇没有脚，蛇的速度比蜈蚣快。所以不在乎你的背景如何，而是在乎上帝对你的影响。所以这句经典其实是文学的呈现，更是生命生活当中的呈现。所以不是台语的水准不好，而是看到我们要从每一个角度去看见上帝所创造的美好。所以这是魂酒大儒叫苏养文。好，这个不是替他们做广告中间那个叫做苏养文，旁边有一个戴着纱丽帽子的那个叫做总驾人，常进人，往往都躲在背后的那个叫做总驾人啊。我们生活当中往往有些人躲在幕后，不愿意出来的。你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受环巾，最左边那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2只大龅牙？那个叫做哈贝冷气耶，他是一个谐星，他的功夫超差的，可是每次大乱斗打完仗，高手死一堆，那个人呢永远死不了啊。你就会看到说啊，有这种人很逊呢，可是竟然活得很精彩。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甚至嫉妒别人。羡慕跟嫉妒对基督徒来讲，这次其实是只看到上帝对别人的祝福，而忘了看到自己。上帝在你的身上也有不同的祝福，可能某些部分你是像史艳文这么厉害，有些部分我们可能就像哈贝能气耶超逊的，只是逊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啊。但是何尝我们要去做比较呢？上帝的恩典其实在我们身上各自显明。所以你看苏养文就厉害，但是更厉害的是背后那个写文稿的、写剧本的才是厉害。这个写剧本的，你看他戴着墨镜，他姓黄，他们全家5代都是在做布袋戏，他们写了很多的剧本。你生命的剧本是谁在写？你生命的参与是上帝在带领，你也在参与在其中。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去移转的不是只在看到自己，而是去看到上帝在你身上要我们去移转的，就是打败过去的那些软弱。你过去的日子如何，都不再是最重要的，而是看前面。前面你要抓住的，你要拥有的是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是深信你所倚靠的。第一场礼拜讲到这边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跟大家分享诗篇118篇第8节。诗篇118篇第8节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最中间那一节，圣经的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若把它中间切下去，那一句就是诗篇118篇第8节。这段经文怎么说？和合本的圣经说：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人。这是圣经的最中心的一节。我要邀请大家，我今天讲的什么几个重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背这10个字：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人。再来一次。投靠耶和华，强势倚赖人。这是诗篇118篇第8节。你不用抄那些，你只要把这一段话
这个才是上帝的话最中间。如果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在告诉我们，投靠耶和华胜过以赖人，强势以赖人。大意讲，挖克耶和华比挖克人较好，这才是打败我们真正的软弱。所以转向以基督为中心，要去接触基督，这是这位姐妹她所努力的。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当她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她能够改变她的生命的眼光。即便前面还是有困难，但是恩典一定足够。所以困难一定有，恩典一定够。你的困难前面还有，过了红海不代表就一帆风顺，后面在旷野还会有旷野的困难。困难持续在明天，哪怕今天中午就有不同的困难，下午、明天新的工作的日子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困境。但是困境一定有，但是恩典一定够，只是你眼光看哪里，看的是困难。我在圣经学院服侍，在过去很多年来，许多人跟我说：“哇，圣经学院有进步，有进步。”但是我自己知道还有很多要做的，所以每天都要把自己转紧，继续努力还不够。英文说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在努力了，已经越来越不错了，但是还没有够，还阁无够，还阁继续努力。我们富强教会 already but not yet。But not yet， 就是需要你的投入，你的参与。如果牧师邀请你说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的清洁同工出车祸，需要有人一起来同工，你愿意吗？我们的干事因为确诊了，我们需要有同工来协助，你愿意吗？我们需要有人来参与 best， 你愿意吗？ Do your best。 困难人会有，但是上帝的恩典一定够。这是信仰的追寻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堆叠上来，一次一次又经验上来，不是只是在抱怨说时不好、命不好、运不好，不是，是上帝的剧本让我们经验到红海困难、血肉困难，我的命怎么那么惨？怎么会遇到这些事？不是，而是上帝的剧本继续在带，继续让我们再往前走。所以当这个妇人身体好了、健康了，他不是说耶稣拜拜，感谢主，他就要走了。耶稣告诉他说，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你以为这样子就结束了？没有，耶稣要他说出来，让那个 happy ending， 那个童话般的快乐的、幸福的，要说出来，才会真正有开始。在你身上医治了，是一个过程的结束，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个新的开始是这位妇人，她从对医生、对药物的信心，转移到以基督为中心。她开始不再是软弱，而是有信心。她开始福音的宣讲。我们在教会在推行幸福小组，那个 best 就是要让福音的故事透过我们来说出来，不论是福长或者是教会的整体弟兄姐妹，是带领者也是带导者，我们都打败那些外在的跟内在的软弱，而建立每一个 best 的朋友，让他们有信心的层次越来越不一样。这位姐妹她自己知道说，我得到好啊 ，I am OK，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 OK。所以他要把那个奥秘的功能在他身上的功效说出来。耶稣是救主，这个功能在我的身上有功效，我得到医治了，我得到祝福了，我在富强教会得到健康了，我要跟别人分享。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就改变了，让那个生命的奥秘从他身上说出来，改变旁边的人，让没有光圈的变成有光圈。只有耶稣跟当事人知道，但是耶稣要这个当事人说出来，他借着领受上帝的恩典，打败他过去的软弱。他已经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疫情不是影响我们，让我们受到影响而已，而是面对上帝要对我们诉说你的生命的故事，特别是在
教会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为未来的发展而努力。疫情不是把我们隔离，而是让教会的家人一起互相关怀，一起带导，帮助别人不再软弱，不再血肉，在他血肉的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他得到刚强。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疲乏的他赐力量，软弱的他加力量。上帝赐力量，让我们更刚强，让我们的疲乏软弱都在他的力量当中。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愿上帝祝福我们，像我们自己所唱的诗歌，这位姐妹她等候，她得到医治。当她注目她的眼光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她的生命不一样。当她的嘴巴说出来的时候，就更不一样。弟兄姐妹，你的思想是什么，就会影响你的口说，会影响你的言语。你头壳在想啥，你嘴就讲出什么话。你的思想会影响你的口，你的口会影响你的动作，你的动作会形塑你的个性，你的个性会影响你的未来。一个人如果暴跳如雷的，他的生命就在暴跳如雷当中，会让他的生命有往那个暴跳如雷的方向。你的思想怎么样，影响你的口，影响你的行动，影响你的个性，影响你的命运。所以不要讲说我的命运不好，你如果说我很软弱，我很软弱，我很软弱，你的思想就影响你，就永远软弱。你如果靠主刚强，你就看着耶稣基督，即便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也是复活的大能，也因着那钉痕的手而带来医治。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祝愿我们互强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以诉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以诉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故事。最后一章，内在会有软弱，外在也一样，但是如何打败内外在的这些软弱，特别是在这个艰困的时代，我们是需要以焦点、中心点在耶稣基督，然后发现耶稣对你的影响，耶稣对你生命的故事。上帝是那写剧本的，我们只是那个布袋戏当中的一个角色。上帝引导我们今天聚在互强教会一起同工，就让我们在教会的生命故事继续往前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打败可见的软弱跟不可见的软弱，都能够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能够刚强。愿上帝祝福各位，愿上帝也保守我们继续往前走。我要邀请我们的同工播放圣经学院的影片，我们从空拍机的角度看圣经学院，也让圣经学院的事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着 COVID-19 的蔓延，这是一个需要黄金、乳香、没药的时代。圣经学院每一学期都带着祷告的心，规划进修课程和邀请讲师，希望借此成为传道人的没药，帮助传道人在疲乏忙碌的服事中，透过课程来活化牧会思维，重新唤醒受呼召的心，使身心灵在退休进修的更新后，将没药带回教会，分享给弟兄姐妹，一起成为这世代活化医治的良药。上课的牧者传道人分享说，感谢上主，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给了第一线的传道人很好的资源和帮助。这样的分享反映出学院兼具理论和实践的课程目标。圣经学院除了每学期用心规划给传道人的终身在职进修外，也提供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
和带领。此外，圣经学院借由艺术作为灵性形塑的媒介，每到圣诞节，教会都会很用心布置，来增加节期的氛围。可是，在受难复活节期，却相对较少注重。为此，圣经学院今年特别推出一套从受难到复活节期的挂轴，让会友透过装置艺术产生对基督信仰的想象力，也更深刻感受到受难与复活节期的灵性意义。圣经学院透过合办课程，丰富真理学习和灵命更新。70年前，从上帝而来的爱感动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以及北美教会兄姐奉献，促成圣经学院的设立。早年宣教师与本地同工同心合作，使可见的神圣空间成为充满馨香之气的建物。现在，圣经学院同工在这个世代仍努力延续乳香般的见证服事。圣经学院期望提供我们长老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训练场地，延续信仰造就的意义。虽然这2-3年来深受疫情影响，但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服事的机会。不论是教会机构需要一个实践意向的空间，或是教会需要一个圣徒相通野外礼拜的教堂，或是小组团契进行各种灵修活动的场所，圣经学院都在场地、住宿和餐食上尽力协助，让各种教育训练都能达到4R 的目的。我服侍，你奉献，这是教会最美的传统。邀请你为圣经学院关心、代祷、奉献，谢谢。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最主要是2个，一个是教育，另外一个是服务。教育有分为传道人的在职进修，还有弟兄姐妹的灵性。所以刚刚有解到说，退休跟进修。退休就是离开我们的生活环境，然后进入一个禾场，然后来服事。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那谢谢同工帮我用这一张哈。我们圣经学院叫做竹圣，就像我们的台南神学院简称南神。所以竹圣其实是一种建筑神圣的意念，所以这是一种信仰的反思。我们都在建筑神圣，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圣经学院的意向是这4个R。第一个R叫做 rest， 让弟兄姐妹可以在圣经学院能够得到身心灵的休养生息。然后等你在这地方吃得好、睡得好之后，你会有不同的体会。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曾经来过圣经学院，他一下车的时候，第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新竹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其实我心里面，我跟他说谢谢。其实我心里面要跟他讲的是说，你是中华民国，我们这边是上帝国，所以上帝国的美你还不知道，这是我心来想要讲的，但是不能讲啦对，所以那一种让大家能够在那个美丽的校园那个空间是神圣的，是一种分享。所以这是第一关。第二关是关系的建立，有教育才有关系。耶稣跟他的门徒是透过教育，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透过教育，教会更是如此。所以有教育才会有关系的连结，是天上的跟地上的连结。第3个是 renew， 当我们有受到教育之后，我们的生命会有新的想法。哇，我不一样了 ，renew， 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耶稣的门徒是如此，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renew 之后，你就会 recreation 是一种喜乐的再创造，是一种再创造。用现在的话叫做文创。我们的教会也提供这样子的。我刚刚在1楼喝咖啡，那个地方难怪我们台中的柳园教会，在几个礼拜前，牧师带着柳园教会是台中算是最
第一间教会，其他的教会都是从柳园教会延伸出来，所以柳园教会的牧师长职来看的教会，我们也就会看。我今天回去后，下个礼拜我们传道部开会，我就跟他说：“博超牧师讲的真的呢。博超牧师是以前跨西给教会某书，他现在在柳园教会，他就跟我们分享，他来富强教会，他看到了些什么，他们柳园教会未来也会要像富强教会这么做，所以你们影响了台中的一间教会，台中的一间教会也会影响其他的台中的教会，所以这是一种 recreation。愿这4个R是在教会里面来塑造，就像在圣经学院来塑造。其实还有第5个R 啦，第5个R 叫做 reborn，R-E-B-O-R-N， 重生。顶头西没有在这里面哈。第5个R 就是踏出教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踏出圣经学院，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愿主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奉你的名，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真的是学习你，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借着唱诗歌，借着读圣经，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被塑造。愿你的恩典继续成为我们的帮助。愿我们所唱的诗歌，永远的依靠，是真的是在乎于你。愿你帮助我们继续走在上帝你的恩典。2000年前的那个妇人，她的生命的故事，从曲折到成为恩典。愿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你的恩典之地，保守我们教会不只是在名称上是富强，更让弟兄姐妹是心灵的富强、健康的富强，更是见证的富强。祝福我们继续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祝福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职、我们每位带领的同工，让我们真的是互相成为基督的样式，继续走在上帝你所喜悦的道路。为圣经学院跟富强教会摆在你的面前，愿你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愿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神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大家。谢谢阮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困难，也有不同的软弱，有不同的挑战。但我们的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保障。这时候邀请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永远的依靠》。我们也请敬拜团的同工来帮忙一起协助来唱。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艰难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在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再从头来唱一次。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
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再次对主说，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我们一起为了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要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你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线上，我们都向上帝来求。神啊，或许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正面对一个软弱的时刻，或许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刻，但求神，你真的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依靠，因为我们知道你总是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渴望你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看见你的应许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邀请大家，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先为了自己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再次邀请这位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相信，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有处软弱的时刻，但主，我们相信，在每个时刻都有主你的恩典，都有主你的丰盛在这个里面。主，我们相信，更是再一次要看见你的恩典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也一起为了新竹圣经学院来祷告，求神帮助在这间的学校当中，不论是在牧者的一些训练，或者是在一些信徒当中的培育，求神的恩典就浇灌在当中，使圣经学院所做的一切，真的是让每一个人参与的时候，都再一次建筑那个内在神圣的心灵的空间，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新竹圣经学院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了圣经学院来祷告。主啊，这是奉你名所设立的学校，主啊，求你来大大的赐福在这间学校的当中，让每一个在参与在里面的人，真的是再次看见主的恩典，主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的同在，谢谢你，神，感谢你。我们再次为了我们教会当中许多的事工来祷告，特别教会最近开始在推行幸福小组的事工，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我想这是一个新的福音的浪潮的开始。求神帮助我们，不论我们是不是实际的参与在当中，我们也一起来祷告，为了这些同工，为了这些被死的祷告，让他们每一次参与的时候，就再一次经历到神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大而且是永远的依靠。我们一起开口为教会的事工，也特别为了幸福小组的开放，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将那个幸福小组的事工交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我们看顾相信在你的时刻、你的时候，谢谢你是我们的同在。主，我们也为了你所知道每一个需要弟兄姐妹来祷告。他或许现在心中是软弱的，或许他的身体是有病痛的，或许他现在正是面对到人生一个困难。但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为你所知道那些需要人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再次的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再次扶助他们，使他们可以经历人生当中的低谷，也再一次看见上帝在他们生命的美好作为。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需要身体病痛、身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将这个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知道他们内心当中的需要，你知道他们内心所渴求的是什么？主，谢谢你。哦，主，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同在。哦，还有，谢谢你是这样的同在。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王，好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也更多的学习经历到你同在的美好。主啊，这让我们也再一次的经历到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真的要学习来依靠你。
或许我们现在正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刻，面对一个软弱的时刻，可能是我们内心当中的征战，可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病痛。主啊，当我们相信，当我们再次将焦点、将那个信心投注在你身上的时候，必定带来美好事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也相信要借着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也再次诉说你的奇妙的作为，让更多人听见你美好的消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心当中有更多更深的渴望，让我们真的艰辛的来信靠你，让我们真实经历到你那个全能的力量。特别将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真的带到主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困境在哪里。但主啊，你必定在使这些软弱感到困难的再一次得着刚强，让他们原本是忧伤的再一次得着喜乐，使他们的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更新，有一个不一样的翻转。主啊，求你与这些需要的弟兄姐妹同在，也与我们所祷告的每一件事情同在。求神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一切美好的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准备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最后面。我们一起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接下来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司礼李维稳执事，其他的侍奉再请同工大家注意。再翻开第3页，今日9·2为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再次谢谢圣经学院院长阮建民牧师代表前来本会正道请安，再持续为他们关心代祷奉献。第2个本会第5期幸福小组进入第2时程，那也为各小组团队福音勇士守望代祷。名单请参见周报第8页，再持续的为这6组幸福小组守望代祷。第3点，本会定下主日10月2号举行4届圣餐主日圣餐礼拜，
邀请兄姐预备心，届时踊跃出席参加，得着属灵的祝福与能力。第4点，本会第10月8号礼拜六下午3点举行曾瑞平传道牧风就任感恩礼拜。我们为曾传道在本会的服事得力及特会典礼预备顺利代祷。那邀请会友们前来参加就任感恩礼拜。第6页的关祷跟代祷事项，请大家持续为以下事项代祷。那接下来再请曾瑞平传道帮我们补充报告。好，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新朋友？有吗？哦，好。好，我们一起来欢迎杜新梅姐妹，坐在什么地方？好，请您起立，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她。欢迎你来。好，请坐，请坐。好，那我们也再一次的拍手，谢谢，也欢迎我们的新竹圣经学院的院长阮建民牧师2堂这么好的信息的分享。也请大家继续为了圣经学院一起来关心以及代祷。因为一件事情的特别要跟大家报告也补充的事情是，我们开始进行幸福小组的这个事工，我想这特别是在后疫情的时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是对我们的教会，对整个福音来讲都是非常需要去推动的。我要鼓励每位弟兄姐妹，不论你有没有实际的参与在其中，我们在周报的第8页当中，我们有把六组他们每一次的小组的时间，以及他们的辅长都把它列在这个里面。我想邀请每位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你可以找一些时间，花一些时间，为了这一些幸福小组的同工，为了这个事工，也为了每个来参与的 base 的祷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参与的方式。或许我们没办法实际在这些时间参与，但是我们利用我们的祷告，为这些同工们，为这些 base 们一起来守望祝福。第2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的是，下个礼拜要颁发奖学金。在我们的周报当中有提到，下个礼拜要颁发奖学金，所以请有缴交奖学金的这个申请表的学生，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到教会当中，也要来到教会当中才可以来领取奖学金。所以要记得，好，特别如果在场也有家长的话，也要来告知你家中的孩子，下个礼拜要颁发奖学金。好，所以2件事情来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好，请我们的诗会。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阮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送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故事，诉说上帝的大能，愿你们的脚掌所踏之地，也要诉说福音的故事，分享上帝的大能。愿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遮护你们，好让你的生命具有他的香气。愿我主我们的天父上帝永恒的慈爱成为你们生命的动力，好让你们的爱源自于他，也分享在这世代。愿圣灵的恩膏浇灌在你们的生活，好让你们活出上帝美好的形象，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会众请坐。今天第二堂主日到此结束，会众请互相问好，也祝大家平安喜乐。